这个地震发生的同时，有真侪台湾人就伫泰国咧游览。有民众讲，伊住31楼，地震的第一时间摇甲真厉害，伊就是家己掉刷头戆，尾啊地角是地震。 行一个半小时，护照甲卡网撒咧就冲落楼，想要去找新的饭店来过暝，但是交通拢瘫痪，一台车拢閘袂着，就安尼行伫个曼谷的街路边，行足足2点鐘。 熊熊天摇地震，房间门开始喊甲真厉害。民众到泰国曼谷旅游，记录着地震发生的瞬间，强要行甲破胆。我们要快点下去才行。因为伫咧31楼海一个是搁较有感觉，而且搁较恐怖的是房间直接碰摇甲海气，壁顶有明显的壁损，4台电梯嘛拢总故障。民众第一时间卡棒甲护照摕咧，就赶紧落去逃生。 大批游客甲住户拢总紧急撤离，无人敢踮伫咧室内，民众嘛赶紧找新的所在住，想袂到。 因为大地震，地区交通拢受到影响，拢叫无车。因敢若会当伫咧曼谷的街仔路，过行的大约2点钟。那一天就是大家都是提早下班嘛，同时间所有人都挤出来，然后加上呢，当天的捷运、电器的电动车嘛，对，都不能都停驶。那甚至连我朋友他是骑摩托车，几个站可能原本5分钟的时间，他也是骑了1个半小时。不过拜六开始，曼谷的交通已经渐渐恢复正常。 这个经验，互民众无奈表示，回来台湾要好好恢复心情。毕竟伊安怎嘛想袂到，海内来曼谷旅游，就拄着30多年来头一届大地震，意外真做难忘的旅程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